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福起来，我是扎伟。大家好，我细细时节啦，我参加迄合唱团。我记得细细时节班上有当人，不过细妹较多，细来当少。我记得细来13啥听听，女生呢就差不多47位，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念小学的时候，4年级到6年级都代表学校去参加很多的比赛，所以合唱团对我来讲，在我心中种下很重要的音乐的种子。今天也就懂分享，列在怡丰女生还有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他要来到现场跟哲伟好好的，我应该说哲伟要跟他好好的讨教一下有关唱歌、有关合唱团、有关这个怡丰所有的好听的故事。我们要欢迎怡丰女生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李宝玉老师。嗨，大家好，我是李宝玉。我是李宝玉。李宝玉，这个，sorry，不会，听到这个口音就知道，老师你不是客家人，是的，但是你是哪里人呢？你住在哪里？是新竹土生土长的米兰人。新竹，但是很棒、很特别的是，你在客家的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嘛，对不对？但是却创立一个这么棒的这个合唱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让你有机会接触到客家这个语言？一开始。我想我要说明哈，因为我是在新竹女中任教音乐课哈，大概有28年之久。那么当然我以前也是那个高中课程标准的编辑委员哈，评审委员是，然后也参与了这个音乐教育的学历。那曾经在84年。就规定说，学校的这个音乐课本一定要有30%的乡土歌谣。所以从85年开始是啊，各校的音乐老师是一定都要懂这个客家的这个母语啊、歌曲啊，那还有福佬语啊，还有原住民语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很辛苦。是，很辛苦。那后来，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语言嘛，是的，对。那老师你都怎么学习啊？那个时候？后来因为那个这个就是音乐课本的编辑以外，那些出版商他会再附带这个 CD 是，还有 DVD 就是赠送老师们自己学习。所以老师你是自学咯？跟学生一起学哦，因为毕竟是在地嘛，新竹可能学生或其他的老师也会说客语，对不对？可是我发现我们的学生虽然是客家人，他们不见得会客语。有些是因为年轻的孩子嘛，对不对？对，所以呢，大部分时间通常像那个教学带的话，因为上课嘛，就要放给他们先朗读一下。是。那这个制作教学带的这些声乐家老师们，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客家人。对。所以老师几乎都自学。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被邀请到竹东去参加一场音乐会，是，然后我要独唱2首曲子，我就想到竹东来，当然要唱客语啊，而且要唱山歌。竹东是很多，就是竹东是山歌很重要的一个发源的地方。是，竹东在山歌比赛的20-30年间，其实我常常也被邀请去担任评审。真的吗？我不会客语，叫我去评审。那老师会唱客语山歌吗？客语山歌是教唱是 OK 了哈，然后我独唱的话，我就选那个客语。我也是，请教这个竹东的客家的家长，他们也是老师，然后我会在电话里面跟他们讨教一下，然后就发现，他们讲的是海陆，对，跟一般的4线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家长跟我指导的哈，就不同的发音。后来因为教学的关系哈，教了多年以后，然后
我后来退休嘛，我已经退休13年有了哈，今年迈入第14年。那我每年带我的新成立的这个怡丰女生合唱团出国去比赛，或者是音乐会的演出，都会放一些乡土歌谣进去。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的原因了。所以我们来回到我们讲到这个怡丰哦，很重要喽。你现在是艺术总监，怡丰成立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今年是第14年。哇，14年呢，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还记得最早成立的时候的草创时期，为什么要叫怡丰呢？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怡丰，其实我在主女任教的时候，我在主女念书的时候，新竹女中天桥旁边不是有一个大门进来，不是有一个游泳池吗？对，游泳池，而且在日据时代，我的学姐她们都可以在里面游泳。到我念书的时候，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天桥已经设起来，因为设起来，因为怕人家开车会不安全，出车祸，所以开始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去上军训课、体育课的场地。那后来呢，觉得这样很可惜，所以学校就准备把它填起来，填起来弄成一个校园里面最美的地方，就是花木扶疏的地方，有小桥流水。那么要立一个碑啊，这是什么碑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年，全校。就是老师、学生一起来集思广益，然后经过票选，有一位国文老师就说：“哎呀，那是出自于《论语·孔子篇》哈，就是孔子跟5、6位学生，可以放松心情，在那个花园里面哈，这样子说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一个典故好，那所以那个春风徐徐吹来非常怡然自得的心情，所以叫做怡丰。所以怡丰园因此而成立，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是女生，对不对？就所有的女生就是全部都是女生的声音。因为我在新竹女中有28年的时间。然后每一年的合唱团都有很多优秀的、很棒的学生然后就应该说到2013年，2003年讲错了，那没关系，我们好好想一想。2013年是怡丰室内，对，没关系，我们好好想一想。等一下这14年来怡丰怎么样的演变，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好好聊， OK， 好不好？待会见。欢迎真人风喜来，我是在为今日的东方喜倡导怡丰女生还有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我们欢迎李凤玉先生。嗨，大家好，我是李凤玉。好棒啊，老师！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怡丰成立了14年嘛，14年的时间，14年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女生，我们刚刚讲到一半，对不对？因为是新竹女中的关系嘛，大部分都是就是全部都是女生。是因为2003年是这个 IC 电台它办了5年的新竹之春音乐节的节目。那第1年呢，因为他要唱那个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那缺了女生，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因为贝9这个是德文整本40几首，是。我一定要把我历年来的功力，这个不是学生考音乐系的，因为是德文嘛，对，只剩下2个月就要唱了。那时候是用那个请那个 NSO 来管乐国家交响乐团来伴奏，所以呢，当时成立了这样30个人的，全部都是音乐系的校友，还有。曾经在那几年唱过贝9的，一些爱合唱的这个历届校友，而且一定要很专业啦。结果因为有演出费，1人500块，就叫他们来拿回去嘛。他们说不要啊，老师，就送给你或怎么样。后来我想那就成为基金吧。所以因此那一年的7月，2003
因为 IC 之音的关系，怡丰女生就成立了。哇，老师，我觉得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没有你这么专业，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没有可以有怡丰女生这个团这个合唱团的产生。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后来怡丰为什么变成了室内合唱的？这个老师我有问题，我不是科班的，这个女生跟室内的差别在哪里？好，因为怡丰女生其实唱了10年，叫10年有成啊，是他们到过很多个国家去比赛，成绩也不错，是。但是女生年龄大了、老了，就会到国外去深造啦，或到南部去考老师啊，是，有自己的嫁到各地去啦，自己的人生比较不一样。人越来越少啊，人越来越少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变成重唱团。是。所以后来发现，哎呦，这个新竹地区科学园区有很多竹中的校友或各地。全省各地的高中的这个校友们，对，他们来到新竹念书，或者是工作，对，生活，回到新竹来工作，然后有很多唱得不错的男生，那他们有的成家啦，也不能跑台北去唱啦，所以因此就考试网罗了13位男生进来。就变成了现在的怡丰室内合唱团。那老师，第二个问题，那我就很好奇了，在我的印象中，以前我们有男生有女生的时候，我们都叫混声合唱团，这跟室内合唱团的差别。最主要是在2003年的时候，其实我刚从新竹女中退休，是我同事送我的这个退休礼金，我把它成立了2个不一样的音乐团体哈。那怡丰女生呢，我的想法是她应该是一个新竹地区最有水准的，而且很传统的一个强队。对，我希望是那样子，所以我刚开始大部分都是音乐老师来唱。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怡丰混声合唱团，是新竹女中退休的老师们然后它有别于怡丰女生，因为它有加男生。这个男生就比较没有特别的限制嘛，是没有限制，也不用考试了。对，就是大家很想唱歌，后来就各校退休的校长主任都来了，爱唱歌的人都来了，很棒。所以到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是80岁的老师。哇，那也唱很久了。70岁以上应该有5、6位。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混声合唱团的这个片段，好不好？老师，我们帮你准备这个片段，我们看一下。好，来一起看。哇，他唱的是我们客语的《18姑娘》，对不对？18姑娘。老师，这个在哪里的演出呢？这个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那你还记得这个音乐会是？哇，这个很美的背影就是你了吧？那是年轻时的我。没有，还是很年轻，不然你转过去还是一样的。而且你今天刚好穿黑色的啊，哇，很漂亮一个场地啊。老师还记得这个当时的这个演出是为了什么而演出呢？那时候是2009年要去日本行前的音乐会。哇，去日本是不得了了。虽然老师说这个，虽然他们都年纪很大啦，都是退休，也许是主任或校长啊，但是可以受邀到日本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OK， 是我每一次要带团出国，一定会办一个行前音乐会啊，就类似让大家看看我们一个很好的成果，是不是？是。然后当时出去多久？演出几场？当时去那个富山是参加他们的音乐季第1届的音乐剧。第1届，那他们有曾经邀请过台湾的团体吗？他们是第1届，所以没有。但是日本其实东日本，像我们的怡丰女生合唱团就有去东日本哈。东日本这个第19回，第19回，那就是日本东部各个优秀的这个合唱团，都来参与，是在岩手县，就是核灾的那个福建那个一关市岩手县。我现在听到的是
花树下法苏哈，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怡丰女生。是怡丰女生，哇，这果然就像老师说的哦，这个新竹女中，这个在那里，因为新竹有时候又称为是风城嘛，是，感觉就是那个清风徐来，然后非常舒服的感觉。所以老师这几年都担任指挥，然后也教导他们，对不对？是。那这些学生有没有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有让你很印象很深刻的同学？你是说？女生这个合唱团让我印象深刻，还是我在主女28年所教的学生？应该说这个女生合唱团目前在这个台湾乐界比较有名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老师的作育英才，对，像现在业界很有名的，也是出自于老师的推手吗？我这样说好了，其实我自己本身启蒙的这个声乐学生，考上大学音乐系的哈。目前有很多在各大专院校任教，那也在国家音乐厅、国家剧院担任独唱哈，有好几位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合唱中心的这个音乐总监、艺术总监，这个陈云红啊，她是新竹女中的杰出校友，是哦，她为了台湾的这个合唱教育方面付出很多，是也不断的在推广。哇，那至于我的怡丰女生合唱团，大部分的都是在各校教书，是，然后像我自己的女儿也在里面，等于是说老师呢就把这些很像种子一样的同学学生撒出去，我们遍地开花，然后让这个合唱的种子能够在每一个地方萌芽。是对不对？是。好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怡丰女生还有这个室内合唱团，他们征战各国很好的成绩。莫这块带回来。朋友欣赏老师，那个我很好奇哦，就是我看到你们征战各国的成绩啊，都非常非常的厉害。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好奇，就是我刚跟老师聊到的辅导，对不对？这个我知道这个辅导的这个音乐会哦，我看到资料我去找，这个唯一支他邀请的台湾合唱的这个团体，就是你们团队，就是你们，就是怡丰室内合唱团嘛？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啊，老师？我想哈，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怡丰女生10年有成吗？对。那么为什么每一次会被邀请到日本去演唱，而且都是台湾唯一团？是。嘿，那其实我们2010年也去那个宝冢唱过。嘿，除了日本的合唱界他们知道我们以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在2007年到那个维尼格洛的德国比赛，是那时候，我记得从一开始我参加国际性的合唱比赛，都有唱我们的乡土歌谣这个摇篮曲，好，就是曾兴回教授写的一个无伴奏阿卡贝拉的摇篮曲，那成绩很不错，就是民谣组是金奖，哇。然后室内合唱组是银奖，但是金奖重缺，那时候有41个团队，非常不容易，而且这是国际性的比赛。是，那是我第一次怡丰女生出国去比赛。那因为有这样的成绩，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像台湾合唱协会啊，要推荐我们去日本演唱，参加比赛，代表国家一定是要对，或者是经过评选也通过哈，就可以去比赛，去演出，然后去外交部什么那个台北办事处哈，去演唱，然后参加他们的音乐交流。是。那事实上，我这个怡丰女生合唱团，在海峡两岸的时候，这个大陆和台湾各9个团队比赛，我们也是台湾唯一金奖。哇！那一年第4届哈，
那因为是在新竹举办，所以我们在地团队当然要把金奖留下来，对不对？那我的母校新竹女中合唱团，它是银奖，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不过讲到老师在乡土这一块特别的用心，老师刚才聊到这100年的时候，你还特别办了一个。就是天川日。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竹东就离我们这么近然后他每年都办了这个天川日的客语山歌全国比赛，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团队都会来。那么我那时候带这个宜丰混声合唱团，就是宜丰女生也有去比赛过。那宜丰混声和宜丰女生其实都有荣获优等，尤其宜丰混声合唱团，因为里面客家人比较多，那他们连续得了3年特优，哇，特优不得了哎，对，特优奖金3万。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老师那个就不是价钱去衡量，我觉得那个是无价。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比赛这个唱法上面有传统的，有那个歌唱班山歌这传统的唱法，也有现代美声的唱法。这个评审就每次就讲，唱客家山歌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唱？老师，那你觉得客家山歌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经营合唱团这么久，你觉得用什么方式来唱最好？我也接受过这样的采访，对，他们问我说，我很好奇，毕竟老师是，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我说。现在因为我是学校体系的，是，那各校的老师几乎都是学美声的、声乐的，就是大家西洋唱学院派。是的，那要教学生唱那种传统的方式，简直是难上加难。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应该有一个现代跟过往的结合。对。然后说，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示范。老师可以示范吗？不好意思，小的斗胆，请您示范。好，等一下。为什么要等一下？因为我还没讲完。好，因为我太急着想要听了。你刚刚不是问我说那个？因为那个天川日嘛，对，就办一个我就发现，天川日前5名的在新竹县市这些前5名特优团队，几年下来都是这些团队在得那我就想，100年的时候，我就试办了一个所谓这个客家传统与创新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在新竹县文化局演艺厅，结果就很多不一样的唱法。那当然也觉得客家歌曲应该要传唱下去，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那时候新竹女中的学生也来唱，而且他们每次还加了一些动作，我觉得好可爱啊。对，这就是传统，跟老师说传统跟创新的结合。好，我听好了，我要听你唱歌。谢谢老师，让我学习一下嘛。来，这样啊，2、3句。我坐着唱不好。好，来，没关系，可以，不会唱不好的。好，我就唱一个《落水天》。好。老师好厉害哦！我跟你讲，我必须要说，坐着唱歌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老师的气呀，然后整个的音准什么都非常的稳。老师受教了，谢谢，真的很棒。这个客语不太标准，没有，不要这样说。我必须要代表很多客家乡亲、客家乡亲，谢谢你，因为有太多不是客家的朋友，对于我们客家的传承都这么用心，我们客家人更应该要用心。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老师哦，这宜丰的未来，你有没有特别，你想把宜丰
室内合唱团带到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怡丰室内合唱团成立3年哈，是。其实我们在去年、前年这个全国合唱比赛是荣获了这个铜奖，哇，铜质奖在彰化美学馆比赛哈。那么深深觉得我们唱歌应该要唱非常开心的歌曲，对，或者是最前卫目前世界上民歌曲。比较就是耳熟能详，对，比较夯、比较厉害的、比较流行的。换句话说，台北国家音乐厅能唱的，我们也能唱。对，所以我在新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对不对？然后也真的是做到了。是，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怡同去旅行，是我唱的都是。各国的民歌，还有像圣歌，是也非常好听的。好，那我觉得来唱歌的，不管是不是学有专精的人，是，都要喜爱合唱。是，那老师他们才会长久。对，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有脸书粉丝专页，譬如说有任何想要知道你的资讯，可以到怡丰室内的网站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吗？可以啊，可以哈，就搜寻怡丰室内合唱团。对，我们1月7号。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还办一个越界都唱中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就是跨连那个对越界就是国外的，连那个不可能的任务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我们其实一直在招生，好，就是我们最后这个有招生简章有寻觅新生代新伙伴，好。对，在1月7号的早上，欢迎爱唱歌，是，而且要有一点程度，没有程度没有关系，基本的程度老师会把你教到最好的程度。我本来都要50岁以下，现在已经把它删掉了。是，50岁以上看起来帅哥美女也可以来参加。OK， 老师就是美女最好的代表。老师，今天非常谢谢你，我也在你身上学到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再次谢谢你对我们客家文化的传承，你尽了一份心力。很多人都在100年已经感谢我了，我要再感谢你啊！希望你有空常常来，也带着你的团员来，我们下次一起来唱歌。那太棒了，深梦意听得懂吧？安住谁？谢谢。后堂的客家歌曲，我希望大家做得尽量来传承。再次谢谢老师来到这边，在唱歌之前一样要好好的运动，莫走开哦。